今日分享呢個南乳雞咧，唔使去潮州都食得到嘅，阿女最中意嘅。新鮮嘅雞中翅咧，我哋先落水洗洗佢先。嗱，如果係急凍咧，要揸出啲血水嚟喎，將啲冰味揸出嚟。嗱，啲雞翼咧就唔使對半開或者解花刀啦，咁樣裡面汁水咧會更加多嘅。炸之前咧，我醃佢，放蒜蓉，一個老豆生嘅雞蛋，可以增加黏度嘅，少少鹽，少少糖。嗱，靈魂咧就係腐乳汁啦，再加啲高度白酒咧會香啲喎。嗱，將撈均勻得啦。如果唔急住開飯咧，放喺冰箱醃佢一晚咧，咁樣骨頭都有味嘅，會上色同埋入味好多嘅。嗱，放喺冰箱一晚咁就得啦。醃咗一晚咧已經好入味喎。想炸出嚟好似肯德基咁酥脆咧，用酥肉粉裹住嚟炸。裹粉咧要均勻啲，將個頭頭尾尾全部包裹住，咁樣炸出嚟先靚嘅。用60油溫開始炸啊！嗱，插下筷子，如果起晒泡咧，即係油溫就夠㗎啦。用中火炸7-8分鐘，炸啲骨頭有少少出油咁樣 OK 嘅喎。瀝乾啲油份啊！哇，好正啊，好香啊！好好食啊，好脆啊！成隻咁樣炸咧，汁水全部喺裡面啊，所以特別好食啊！好不好吃啊？可是皮好甜。